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中油高雄林园厂又搁发生着事故。透早6点外，机组跳车导火，居民伫个出门当中来行精神。高雄市环保局讲，这是中油林园厂今年第4届来发生事故，依法加重裁罚500万。 中油林园厂的燃烧塔火较严固乌烟，在地人将这影片翕落来，声受到大声，烦恼讲火会愈烧愈大。烟就非常的大啦，真侪里面拢一直卡电的去卖，影响非常的大啦。尤其是阮林园的这个空污会用讲非常的歹啦。透早6点外，在地人有看到乌烟，空气中有臭味。高雄市环保局人员到现场去稽查，发现讲中油林园厂的4轻组因为热解压缩机跳机造成污染。 压缩机跳车那将气体排到废气燃烧塔，然后因燃烧不完全那产生大量的黑烟。清查记录，今年以来，中油林园厂2月份被罚60万，4月30万，7月份罚450万，这摆罚500万。今年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有4摆事故。 发生了事件之后，它变成一个 case 嘛，这个部分我们会更加强的去注意它。这摆伫秋冬空气品质无好的季节，如果因为制定问题出乌烟，环保局加重罚金，交罚相当的500万。